無線花旦劉穎鏇唔單止身材高挑，佢喺劇入邊擔演過嘅角色更加往往身手了得，完全可以睇得出佢嘅運動神經係極之發達嘅。而打籃球更加係佢最中意嘅運動之一，無論幕前或者幕後，佢嘅球技都係十分之好波嘅。近日 Tiffany 更加親身到咗澳門欣賞 NBA 中國賽，熱愛籃球嘅佢今次除咗欣賞比賽之外，更加迅即變咗做小粉星，趁機追星集郵啊！佢喺社交網度分享佢嘅收穫，包括咗前NBA 球星林書豪，而身材高挑嘅 Tiffany 同林書豪合照都毫不輸蝕，加上兩個人都着上黑色皮褸，唔少網民都大讚佢哋合襯，而且網民都開玩笑話，終於都有人高過你啦。另外 Tiffany 更加成就解鎖，成功同萬人迷碧咸合照啊！片段入邊 Tiffany 相當之有禮貌，萬人迷就喺佢眼前亦都冇失儀，先淡定咁同碧咸打招呼，握手，然後就得到對方嘅同意後，先至坐喺碧咸身邊合照。佢自己亦都用英文喺社交網嗰度話，俾星光震撼到無話可說啊！計我話可以同咁靚嘅女粉絲合照，都算係一種榮幸啊！